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旅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倒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我将来一定要栽培阿杰啦，互伊读大学、出国留学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阿杰啦，乖来，食饭，乖乖好。阿华啊，迎去啉酒啦！我要啉酒。无钱啦。那个欠到我店足侪钱的呢，他敢要去退啦？你啰嗦啦，你去买啦，我要啉啦，哈！阿孙啊，你酒醉啊啦，我扶你离家休困啊。我无酒醉啦，你啰嗦，你去买酒啦，哈！阿孙啊，我求你啦，莫去啉啦，好无？你这个啰嗦，叫你买酒，你去买酒就好啊。我叫你。搁爱食饭，你食啥啊你？阿华，我去啉酒，我已经拍好死哦。阿杰啊，我细汉，你无替我想，你无替想看我的。这个啰嗦啊你啊，你无谈你了，你莫讲啦。哎呀，你这个病啊，我拍好死，我拍好死啊你。歹势啦，安尼，互你等遐久。无咯，歹势是我啦，我先慢去接因啦。你来是真好诶，阿杰啦，你今日有乖无？啊？有啊，阿杰啦，你无甲妈妈讲，看你足乖啊，功课拢第一名的呢。哎呀，叫妈妈，紧嘞，紧叫妈妈，紧嘞啊！妈，阿杰。小姐，你的菜使出来未？哦，会使，麻烦你。阿嬷，你是安怎想？无啦，我想到爱克兰爸爸的代志，感觉足艰苦的。爸爸已经无伫啦，伊袂搁再拍了。妈，你莫搁哭啊！啊，无人安尼啦，你也看过啦，这捌代志，这会晓讲话，我相信咯，伊将来吼，大人一定足有效的。阿杰啦，乖，来妈妈家。阿杰啦，这么乖，永远陪妈妈住伫饭店，好无？妈妈有足侪话要甲你讲哦。啊？我袂啦。阿杰啦，敢若是安怎甲你教？那会对妈妈遐尔无礼貌？无啊，免甲勉强啦。过去拢是我毋好，家己阿杰啦放咧家己走去台北，我现在足自私的，我无替人想，会叫人想。
多谢。好啦，咱即摆吼，莫咧讲迄过去伤心的代志，咱爱欢欢喜哦，好来食一顿，好无？阿五，歹势啦，这顿都互你食。莫安尼讲啊，又甲你遮尔麻烦。哪有啦，唔通客气啊。来，大家先饮啦。多谢。阿哥啊，你要请食冰淇淋无？妈妈知影你上爱食哦。妈妈请你食好无？来。小文啊，交啊交啊！我讲哦，这风景偌水的呢。小文啊，无论安怎吼，这摆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，我会当带着阿芬啊，好无？讲你讲吼，你可是无讲啦。原来你载我来这，就是另外有企图的哦。我叫做吼，你是要讲阿五甲吉咱两个母仔囝的代志。我，小文啊，小文啊，小文啊，小等下啦，小文啊，免烦恼啦。阿吉啊，即摆刚转去饭店，甲阿五带做伙，表示因无代志啊。即摆莫讲伊，先讲我好无？阿呆，我知影讲吼，阿吉咱一直无想要去台北住呢。小我来拜托的好无啦？即摆莫讲因的代志，即摆先讲我的。阿呆，感情的代志是袂用变，你哪着逼阿芬一定要欠伊的啦。小文啊，我哪有逼伊啦？我真正爱伊的，我逐工拢足思念伊的，我若无带着伊哦，我足艰苦的，你知影无？我唔知影，爱，你讲了袂歹势想，伊叫你来娶别人啦。小文啊，你讲啥？伊叫你叫我做啥物？叫你娶我啦。小呀，叫我娶你。小啊，小辉啊，我来食饭啊！那恁姐姐吼，伊也毋可能袂转来食饭啊。阿五吼，绝对请伊去迄个大餐厅吼，食迄个好料的。妈妈，我看阿吉来伊妈妈做有钱的呢。嘿啊，阿五即摆还袂嫁吼，这个翁啊，听讲生意足大的，还佫对伊偌好咧呢。这阿吉啊吼，后摆吼一定会足好命。妈妈，我今仔日是毋是做好命？那讲到你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是好命毋知啦。妈妈甲你讲哈，后摆你若大汉的时吼，一定着爱找一个吼足好的翁嫁哈。好翁要安怎找？诶，小啊，妈妈，阿姐敢若咧哭呢？有啊，那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小辉啊，当紧食食，妈妈入来甲看卖吼。哦。小啊啦，小啊，当你是食饱未啦？哎，哎呦，小婉啦，当你是咧哭安怎啦？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还是受到啥物刺激？哈？妈，无啦，我哭就好去啊。啥物咧哭就好去啊？你是要互我紧张死哦啦？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无啦，无，搁讲无，若讲无吼，绝对吼有发生啥物重大的代志咧，惊我知影对无？真是无，你莫有白讲啊。搁讲真是无，我才唔相信的啦。啊无你是咧哭安怎？紧甲阿母讲啦，紧！哎呦妈，你莫搁问我啦。我即摆已经无哭啊，我用个袂讲啊无。啥？无哭就用歹讲，袂当的啦。你吼今仔绝对爱甲我讲互清楚，你到底是咧哭安怎？哈？见小代志有啥物通好讲的？你莫搁问啊啦。见小代志，你是有甲我写着面子啊无哈？你爱知影咧啊，恁母啊吼是安尼清清白白哦，照我哈尼侪年吼，你是毋通害我安尼吼面子安尼夹袂出去呢？哎呦，阿呆啊，够啥人？阿呆啊，阿呆啊是有对你安怎遐？
无要紧，无要紧。这阿呆啊吼是一个好人，阿伯吼绝对嘛是一个好翁。归去哦，加啦。妈，我拜托你一个好吗？阿伯你莫阁叫我嫁阿呆啊啦！你都知讲阿呆嫁的人是阿虎啦，毋是我。我今仔毋知是安怎，头壳叫歹去啊！我今日去甲阿呆讲，阿芬家就来娶我，你知？我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叫我面子是要囥个倒去啦。晓。阿呆啊，伊的反应是安怎哈？你讲什么反应？伊就讲头戆脑啦。我安尼甲讲，你这喙结果开开安尼。我即摆若想到迄个表情哦，我就真是歹活的啦。戆甲袂白净哦！你讲戆查某囡仔就是戆查某囡仔。啊，你拄则毋是讲是阿芬讲的，他有啥物好见笑的？啊，本来都阿芬甲我讲的啊。是阿芬讲的。来，母啊问你咧。啊，那你的意思咧？我，我都知哦，哈哈。小婉啊，母啊教你啦，哈，咱这做查某囡仔人吼，都爱较避暑淡薄啊，唔通安尼吼，安尼大面神呢。尤其是吼，伫阿呆的面头前，都还互阿呆吼感觉讲哦，你是一个吼，唔是迄个凊凊彩彩的查某囡仔。想办啊！一切都想办啊啦！我今仔日对安尼讲，阿呆心内毋知安怎想我的，我是要安怎呢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袂呢，我叫你娶阮啦，我袂你做小我啦。我袂你做小我啦，我袂你啦，我袂你啦。后呀，国大，你是咧起笑呀？那照伊安尼看起来哦，可能是又搁失恋啊。失恋啊，失恋就起笑，你咧笑就完啊，哈？笑人你。国大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在踮咧细细念，你咧念啥个啦？好呀，这怪你家己呢，哈！啥个你要去叫阿芬啊？阿爸，你拜托的好无？我即摆是讲哦，小我来甲我求婚啦。哈？小我甲你求婚了？哎呀，你是正经咧起笑呀？还是你咧做明白？小我哪有可能讲出这种话啦？你一定讲唔对呀？无你搁讲一遍。我别讲啊！为着我讲哦，你嘛无要相信啦。不，阿爸相信，阿爸相信我后生哦，一定比陈阿忠成因后生啊，迄个正用哦，佫较有人缘啦。阿爸这讲的，嘿，想要讲吼，小婉会甲你求婚。安尼我今日吼叫吴南婆来讲亲情，明仔载订婚，后日互你结婚。拜托的，你即摆是咧讲到倒位去啊？我也无答应啊，要带你家己去抓啦。哈？你家己抓咯？阿爸，我听到你讲安尼了，我煞惊喜，你敢知影？了后，伊就走啊。伊走你无甲约去哦？无啊，我来家走转来厝啊啦。阿爸，足奇怪呢，我安那想吼，都想拢无呢。你是要图伊呢？你敢踮遮想啥物内容？你无听人讲吼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会记得当时吼，我约恁这个美满意的时阵啊，哎哟，伊走我天边海角哦，我身高都约袂着，偌远赚的呢。你即摆会当甲小婉来结婚咯？国大，你看要求啥个，阿爸拢答应你。真实的哦，当然真实的。阿爸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比如你先摕钱哦，打回来这土地先买倒转来，莫互伊烦恼。然后吼，莫当然后，你当作我笑的哦？叫我摕钱去帮助陈家。咱要竞选乡长嘛呢，开真侪钱呢，叫我帮助伊，迄要想啦。
哼，啊免想就免想嘛，为着咯，我也无想要带小阮啊啦。对，到底是咧讲啥？这甲迄吼，这两回事啦，无相关啦，你知无？阿爸，你先莫生气啦。嗯。我咧想吼，小王甲阿兄求婚这件代志吼，一定是一个误会啦。阿兄心内甲介意阿芬一个尔咧，我上知影啦。好啊啦，你免天天黑白解说啦。哼，我吼即马亲身要来祝我来因兜问一个清楚。哼。阿爸，阿爸。唉，无怪阿爸咧生气，我介意着正雄，啊你介意着阿芬，咱阿爸甲正雄也爸伊搁死对头。阿辉啊，正阳无要插你，阿芬啊吼，伊嘛无可能甲我救啦。哼，总有一天哦，伊一定会来救我啦。正雄会甲你救，阿芬啊吼，拜托的，伊无可能甲我救啦。阿吉来较细腻，阮跋倒呢。袂啦，好啊，先倒困一下。我伤忝呢，有欢喜哦。啊，毋是你着用困这顶碰床哦。我拢毋捌困咧这款的眠床，真好困的。若甲妈妈去台东吼，逐工拢是困这种眠床哦。好啊，叫阿芬老师、小阮妈妈、阿弟爸爸，咱来去台北大好因拢无闲呢。阿芬老师会留踮遮，伊也照顾明辉啊、小玉因啊。哦，啊无，你若是有闲吼，再叫因去台北找你佚佗，好无？好啦。对。啊，佫有即款这吼，这叫做天堂鸟的花。这坐咧插花的时阵吼，会当算命像处理高级的材料。大部分吼，我是插在这花后壁来做背景。安尼看起来是毋是真水？伊的花瓣是感觉色的，做水的嘛做古水，真正像迄一只阿妈滚春长长的鸟仔，是安怎要叫伊天堂之鸟呢？因为做参选吼，印尼的国鸟有天堂鸟的样子，所以咱把它叫做天堂之鸟。啊，佫有这，你看，有这紫蓝色的部分哦，就是它的雌雄蕊。老师，你捌做这呢？是啊，所以讲吼，你找落来读愈济，你才捌愈济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可能是阿大英来啊，呀，咱出来看卖下者。好。阿吉来吵着？无啦，伊应该是到住伫咧饭店啊，我想会用带伊转去啊。那安尼真好。阿吉啦，今日要甲阿五妈妈去台北，有欢喜无？阿吉啦，老师若有闲，就会去台北看你，你知影无？爱做一个乖孩子，吼。阿五，你若有闲，咱拍食倒转来，我嘛足欢迎你。阿芬，多谢你做人是足好的，佮遮尔有情。我种，阿芬，多谢。若无你照顾阿吉啦，一定就可怜就可怜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若无你照顾阿吉啦，一定就可怜就可怜。阿五，我会当看到你母仔囝团圆，我心肝内足欢喜的，你知影无？我会当看到阿吉啦，会当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我更较欢喜。阿五，不管安怎讲，你一定要好好栽培伊，好好教育伊。对。这里真是报答你。袂用的，我袂用接受人的负担。我照顾这个囡仔，我饲这个囡仔，迄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。我无需要任何人来甲我报答。无论如何，这100万你一定要收起来。
阿五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为难我好不？这钱你一定用会到的啊！你会使互遐囡仔食较营养的，还是照顾搁较侪囡仔，算是我捐的，支持你，好无？阿五，无安尼好啦，你甲遮的钱留落来，等阿囝仔大汉的时阵，互伊做读册的基金，好无？阿文啊，阿五就是我都唔知会甲你捐款，你著甲收起来好啦。是啦，你照顾我的囡仔，你嘛互我出淡薄仔力量去照顾别人的囡仔。好啦，你家收起来。也毋过我这样阵无法度接受你遮的钱，无安尼好啊啦。等我幼儿园若正式成立了后，我才接受你的帮助，安尼会用了无？这好啦，阿五无规矩安尼啦。即摆吼，阿芬啊，无多啥物立场吼，接受你的捐款对无？啊，互伊幼儿园开好了后吼，你甲家己斗相共，安尼好啦吼。好啦，都安尼决定啦。到时你就毋好搁退后。阿五，袂啦，我代表遐个囡仔，甲你说声多谢。诶，啊遐囡仔咧？遐个囡仔小婉带因出去佚佗啦。小婉。阿大，好啊啦，互你带阿外因出去坐车。阿吉啦，老师讲再见。老师再见，阿吉再见。阿给啦再见，秀阿姐，是秀阿姨再见。啊，你叫我阿姨哦。再见，再见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害我为情。